天主教神學小問答199，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問：天主教教理一方面曰世界的受造是為了天主的光明，另一方面又曰天主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人，這兩句話好像有衝突，如何解釋？答：可以用教父們的一句名言去理解這兩句話。天主的光明 Mutter， 就是充滿活力、生命和幸福的人。當人越是接近天主時，人越充滿活力、生命和幸福，天主也越以我們的幸福為光榮。而當人犯罪承受痛苦的後果時，人失掉了天主的光榮。3羅馬書3章23節，一個類比，父母的光榮 Mutter， 就是成才的子女，所以讓子女們更努力成才，更孝愛、安慰無私付出的父母吧。